神預測。還記得我上一支影片說佛得角會逼平烏拉圭嗎？預測成真了，佛得角繼逼平西班牙之後，再次以1-1戰平烏拉圭。兩場不敗，連搶4分，60萬人口的島國正在改寫世界盃歷史。烏拉圭全場19次射門只進1球，進攻效率慘到不行。佛得角門將約齊尼亞再次神勇撲救，老將前鋒卡布拉爾反擊破門。H 組現在4隊同積2分，人人有機會，個個沒把握。佛得角最後一輪對沙特，只要再拿1分，就有機會隊史首次晉級16強。你覺得佛得角能晉級嗎？留言告訴我，按讚訂閱，每天將發送埃特選場次分析，給已按讚、留言及訂閱的朋友。我們下場比賽見。